殘疾資源中心其實係一個非牟利嘅機構嚟嘅，大部分嘅撥款咧就係由政府資助，而其他嘅撥款咧就係例如我哋售賣產品嘅盈餘啊，有啲熱心人士嘅捐助啊，咁樣嚟 cover 個 cost 嘅啫。咁其實殘疾資源咧中心已經有30年歷史㗎啦，第一次投入呢個社會服務咧就係1981年嚇，咁而現時嚟講咧，我哋招聘到14位受薪人士，咁而2位咧就係義工嚟嘅。咁咧喺2008年，我哋先至會提供華語服務嘅啫。暫時嚟講咧，我哋提供2種華語服務，一種係國語，一種係廣東話。而我哋星期一、星期二咧就有位全職嘅國語人士去提供一個華語服務，而我本身係講廣東話，星期4、星期5去提供服務嘅啫。現時嚟講咧，包括我在內咧，本中心咧有3位殘疾人士嘅。咁其實咧點解我哋僱用殘疾人士？因為佢哋自己有親身嘅體驗，佢自己知道殘疾方面嘅需要。如果有殘疾人士嚟到我哋中心，或者甚至乎老人家嚟到我哋中心詢問啲產品資料或者係諮詢資料嘅時候，因為我哋本身係當事人，我哋可以提供到一啲專業同埋比較有經驗嘅知識俾佢哋咯嚇。譬如如果佢哋需要到特別係華人啦，咁有啲老人家嘅時候，佢言語方面英文唔係咁好嘅時候，佢可以打電話同我哋話，如果佢想知道我想要政府去幫忙啊，或者係衛生部要幫忙，我應該同邊個渠道開始？其實佢可以打電話去諮詢我哋，我哋可以同佢安排俾啲方俾佢填啦嚇，咁亦都可以去打電話同佢安排個約見嘅時間，有一位專門係評估佢哋嘅評估人員，由衛生部嗰度發出嘅評估人員去到佢哋屋企，同佢哋寫一個評估報告咁樣。我哋除咗提供一啲資訊服務之外咧，我哋亦都係現時嚟講，本中心係奧克蘭最大嘅產品展示中心。我哋售賣嘅產品包括輪椅walker scooter 我哋亦都有日常生活裡面嘅產品，譬如廚房用具、沖涼室用具，甚至乎睡房用具，係幫助啲老人家或者係殘疾，即係有傷殘方面嘅係啦。而呢啲產品咧可以提供到俾佢哋，幫佢哋日常生活比較容易啲。聽講你哋好似有一啲流動嘅 van 咧，可以去唔同嘅地區俾我哋啲人諮詢㗎喎。係其實本中心咧就喺Central Auckland，咁有好多老人家或者殘疾人士唔係咁方便嚟到我哋中心去睇我哋啲產品或者係諮詢服務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由今年開始4月就有2部流動 van， 而呢2部流動 van 咧有2位司機，佢哋都好專業嘅。咁咧喺車上面咧，我哋擺放好多我哋售賣嘅產品咁而佢哋星期1至到星期4每日到唔同嘅區域，譬如 supermarket 門口public library community hall 門口，咁擺放架車喺度。如果有需要人士咧，可以到佢自己本區嘅library 或者係 supermarket 嗰區去詢問我哋嘅服務，或者係睇一睇我哋嘅產品。